半塘龍船借人威，呢個廟喺珠三角個地位係好高。給你講個小故事。寺與廟的區別。即係我哋後生嗰時候經常爬白雲山啦，中間有一個寺廟嘅叫做能仁寺。以前我哋講乜乜南拳王啊、洪拳啊，經常會見到能仁寺呢個名嘅。我見到佢而家係重修咗喎。崔老師對呢個能仁寺，你有冇參與呢件事呢？未維修之前呢，我就去過嘅。佢後邊呢，仲有一個觀音泉嘅。佢哋維修呢，就係白雲山，即係園林局去維修嘅嗰個建築。就重新設計翻，冇按翻文物嘅要求，因為佢冇晒啊。冇晒啊！重新恢復咧嘅時候咧，就按照寺廟嗰個設計啦嚇。佢當時亦都嗌我去嗰度提意見嘅。我話你最好按翻嶺南，即係廣州呢個建築風格後邊咧，最好保護翻佢嗰啲啲泉啊，即係有嘅嘢你盡量保留翻啦嚇。因為咧佢上邊。其實仲有幾個字嘅嚇，後來我哋同編織辦啊，同中山圖書館啊一齊搞咗一本叫做《廣州字音碑銘集》。我咧就田野調查碑銘，全部我去收集。西關嗰邊咧有一個廟嘅叫做仁威廟，我記得嗰度好旺嘅，每年有啲乜嘢活動啊，嗰度人山人海嗰條街啊。咁我記得仁威廟嗰個重修啊，崔老師又有參與嘅，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仁威廟嘅故事咧？先講一講廟同寺嘅關係啊。係咯。廟咧係中國嘅建築咧，嗰啲祠堂啊咩都係屬於廟嘅。寺咧一般就係對外嘅，清真寺啊、佛教嘅寺啊，佛教係外來噶嘛，即係外來嘅嗰啲就可以叫寺。本土嘅可以叫祠堂，又可以叫講家廟。咁啊，呢個仁威廟係仁威廟咧係道教嘅，供奉中國嘅神啊，道教嘅神北帝，因為佢係水神。嶺南呢度嗰條村啊，基本上都係供奉住水神嘅。端午節啊嚇，就好多龍船嚟拜訪嘅。舊陣時有一句話咧，就叫做咧半塘龍船借人威。呢個廟喺珠三角個地位係好高嘅，但係咧文革嘅時候，亦係破壞得好緊要，就俾咗學校。佢後邊而家都仲有間小學噶嘛。為咗恢復翻呢間文物啊，因為廣州文管會啊出錢嚟維修嘅，嗰啲烽火山牆啊都係好靚嘅，啲灰塑同埋嗰啲瓦隻啊，即係盡量恢復翻佢原貌，而且佢有幾個碑價值好高嘅，咁修復翻佢之後咧，荔灣區咧就講我哋而家都冇博物館啊。不如俾我哋啦，留翻都冇用，我哋收翻好之後，始終你要揾人管㗎嚇，咁就俾咗荔灣區博物館管。但係咧，你冇香火就冇人㗎啦，而且佢嗰陣時又冇乜文物。後來咧，佢哋重新揾過一個館址，咁呢個地方就冇用啦，咁啊俾翻佢道教啦。廣州有純陽觀啦、三元宮啦，咁呢個觀同埋宮又有咩唔同咧？宮咪就宮殿啦，即係中國嘅建築嚟嘅，係好高級嘅人先可以住得落去嘅。三元宮咧，佢歷史更加長，南北朝嗰陣時，三元宮就喺廣州呢個中軸線上邊噶嘛，一個最重要嘅寺廟嚟噶嘛。嗱，佢嗰度對住前邊咧，就有個月王井嘅喎。舊陣時咧係月王喺度打水飲嘅喎，飲到後來月王係活到120幾歲噶嘛。呢個井又係供奉住呢度神噶嘛，所以佢呢度咧本來風水好好嘅。旁邊咧仲有條清泉街噶嘛。蘇東坡喺白雲山嗰度接咗啲泉水入嚟廣州噶嘛嚇。廣州近時咧到冬天嘅時候咧，啲水一細啊，嗰啲海水倒灌嘅，所以蘇東坡就做咗廣州最早嘅自來水啦。舊陣時咧，廣州嘅標誌嚟嘅，3個係一個五羊像啊，一個水塔啊，一個紀念碑，一個咧就5層樓。嗱，呢個咧就越秀山南麓呢啲建築。一段小故事，一個大時代。